达，高达是变形金刚吧？它跟变形金刚完全是两回事情。初中的时候吧，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我爸给了我一张盗版的高达的 VCD，然后看了第一集之后就非常喜欢。这是高达，这就是变形金刚。高达它讲的更加像是对战争的一种反思，然后是在宣扬爱与和平，还有人类的相互理解。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动画片。说的那么高深，我觉得高达不就是个玩具吗？就是变形金刚呀。你看过几个高达啊？我觉得跟变形金刚差不多呀，就是变来变去嘛。你能报出一个高达的名字吗？高达呀。最简单的区别，变形金刚是不用人操纵的，高达是需要人来操纵的。你操纵过吗？我没有操，我想操纵嘛。谁操纵过？
什么呀？没了，死了，后面他就死了。